嗨，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K 進。近排有段片啦就好 hit 嘅，就話呢深圳係一個剩女之都，女追男嘅人數係1:10咁多。當然啦，如果你睇翻我上一段片，可能呢個嘅數據有啲誇大，但係深圳係一個剩女之都嚟講呢，其實我係認同嘅。現在深圳呢，完全變成了女生倒追男生的局面，你能想象嗎？直接拉到了1:9，一個男生後面站着9個女生。哪怕說你30多歲離過婚，只要人實在可靠，有穩定的工作，想過安穩日子啊，馬上就能成搶手貨。可是女生呢，年紀過了30啊，基本上就沒有人主動找了，現實就是這麼的殘酷。今日就同大家分析3點，點解個深圳會變成剩女之都。第一個原因呢，就係喺五湖四海嚟嘅女仔呢，可能佢哋背景呢比較平庸，不過佢哋成績又 OK 喎，所以呢就嚟到深圳去打拼。佢有可能呢就入一啲嘅科技公司啦，騰訊、阿里嗰啲等等都有嘅。但係呢，佢哋亦都係競爭非常之激烈，可能呢要花4、5年嘅時間呢，先可以攀到上管理層或者再上級嘅位置。好啦，咁呢5年嚟講呢，其實佢哋都比較難揾到男朋友，因為可能日日都去加班。雖然呢係真係賺到好多嘅錢，但係呢確實呢就係犧牲咗愛情。去到差唔多30歲左右呢，已經發現為時已晚啦。主動呢就做好多嘅相親活動。但係呢，就去到第二點啦。呢啲人呢，佢哋可能30歲左右，佢哋已經有一定嘅人工啦、一定嘅地位啦。但係呢，佢哋都想揾一個比佢犀利嘅男人，而且呢，大佢可能即係5歲左右。的要求呀，不應該難找呀，你是條件不好嘛？聊完之後呢，我才知道他今年39歲，是一家品牌策劃公司的合夥人，也是研究生學歷，而且呢有車有房，年收入有40個左右。即係如果佢30歲嘅話，個男人大概35左右。而且又話要求要呢個男人有車有房年薪80萬。呢個當然係機率就太低啦。35歲，如果有啲男人有咁嘅成就，佢哋可能都唔使揾30歲左右呢批啦，分鐘可能揾25歲左右個批都 OK 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男人呢只會向下揾嘅啫，好少呢向上揾嘅。好啦，咁去到第3點就係會形成呢一個嘅配對差，就係呢一啲嘅小眾嘅男人啦。假設佢係真係有嘅，但係呢，搶佢嘅人分鐘都唔止係1:10。但係呢個咁出眾嘅男人，事實上呢，佢係咪喺商業市場係真係有呢啲咁嘅人呢？其實又未必嘅，因為始終呢，即係大陸灌水嘅成分都幾高。因為我喺呢度即係都2年啦，其實都好了解呢個市場係點樣嘅，我亦都識咗好嘅大佬，大概都知道啲咩情況。不過剩低啲咩呢？剩低可能係40歲左右，真係有呢啲咁嘅能力嘅二分男。但係又係一個形成一個嘅配對差，就係話呢啲咁嘅30歲左右嘅女人呢，就唔想揾個二分嘅，因為可能嗰個40歲左右嗰個男人呢，可能仲有另一個仔女咁嘅樣，所以呢一個配對差別就令到呢深圳變成一個剩女之都。所以我哋平時出去街訪問10個，原來有7個都係單身嘅喎。但係好啦，咁總結嚟講啦，其實想嚟深圳呢，即係點都係好過喺香港揾嘅。因為香港嚟講呢，老齡化真係太嚴重啦，即係平均年齡係45歲，咁就深圳嘅平均年齡係32歲，咁差13歲。咁而且呢度單身女士嘅人數特別多，咁你係真係可以多啲嘅選擇，而至少呢，即係你揀佢，定係你揀佢揀你嘅呢度。而且你話即係香港人嘅身份，咁呢啲亦都係幾有嘅優勢啦。所以大家不妨亦都可以間唔中上嚟玩下啲我哋嘅交友活動啦，試下識深圳嘅女仔，睇下嗰個效果會唔會好啲啦。今日嘅分析就係咁多啦，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析下其他一啲嘅交友啲嘅時事啦，或者可能講下呢啲咩資產局到底係值唔值得去玩呢？咁我哋下集再見啦。